大家好，我叫曲来提，我从小就有一个创业梦。在我退伍后，我经朋友介绍谈下了这间婚纱店。除了新娘的化妆、婚纱的租赁，我们对新人的整个一个婚礼都是一条龙的服务。在后来的营业过程中，我们人数不够，我又找到了志同道合的3个小伙伴，因为他们的加入，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好，业务也是越来越有创意。除了旺季忙碌的时候，在我闲暇之余，我会利用媒体平台看一些做婚庆的博主发的短视频，学习一些更优质的业务项目。我自己也开通了抖音的账号，发布一些我们的业务视频，以此达到了广告的目的。在旺季的时候，很多新人都是通过我们的短视频平台来跟我们联系。婚庆行业很累，我也是发挥了在部队的那种不怕苦不怕累、永不言弃的精神。从一个新手小白慢慢成到了现在熟练掌握整个行业流程的行内人。看到新人因为我的服务而幸福的时候，我也觉得自己很幸福。在未来，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小伙伴加入我们的团队，能够一起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。我也会继续发挥我在部队的余热，退伍不褪色，为更多的新人服务，让每一对新人都有一场幸福洋溢的婚礼。